Alex Lee，從事商業系統管理系統12年㗎啦。我見過好多中小企，佢哋成功與失敗，都係關乎佢哋有冇一套完善嘅管理系統。其中一個重要嘅系統就係客戶管理系統 CRM。建立 CRM 系統第一個好處係通過客戶嘅喜好、通訊資料、買賣記錄，從而做一個大數據庫，制定將來嘅銷售策略。CRM 系統第二個好處係維護舊客戶，呢個系統可以幫助揾翻客戶上一次幾時買過嘢，上一次買過啲乜嘢，從而做到一個 remarketing， 可以去針對翻一班現有嘅客戶。CRM 仲可以睇到銷售團隊活動量、客戶接觸比率、公司即時營業額、貨存量，從而去提升公司嘅營運效率。如果你想建立一套 CRM 系統，我可以幫到你。我係你嘅 CRM 專家 Alex Lee。